时代在改变，咱所听的音乐也愈来愈无共款。为着要让更较侪高中学生认捌到台湾的传统音乐，团结中心甲24000件音乐典藏交予音乐学区中心，鼓励这高中的音乐老师甲台湾的音乐带入去课程内面。我感觉音乐是一种声音的艺术啦。咱若敢若用文字，还是用一寡符号甲记载呢？恐怕有一日就慢慢啊消失去。所以咱用声音甲记载起来，伊就有一个长久的生命在内底。甘尚林老师用影片讲出传承台湾音乐的重要，为着要让更较侪高中学生认捌台湾音乐，传统技术中心把伊将24000个音乐典藏交予音乐学科中心，希望学校老师会当将台湾宝贵的音乐文化传承给学生。阮的馆藏有24000多件，阮会当把这个资源呢，互咱的高中的音乐科的老师来运用，希望会当把这个物件呢转化成咱会当伫教育的现场所使用的迄教案。音乐老师表示，因伫大学所学的专业拢是世界音乐、甲西洋音乐，台湾音乐的部分较少。为着要让高中学生熟悉台湾传统的乐器、歌谣甲历史，团结中心希望会当先对音乐老师做起，鼓励高中老师利用团结中心的资源来带入课程。大部分的大学的音乐系，还是拢以西洋的音乐的乐器为主啦。你虽然无法度接触到，但是透过阮音乐老师的介绍，你会当来了解。音乐老师表示，真侪学生对传统的台语、客语、原住民语较清楚，为着要传承母语嘛，传承台湾音乐，因会伫课程加入台语、客语、原住民语的传统歌谣，希望透过教育，让台湾宝贵音乐文化世代流传。记者陈阿选、柯敏哲台北报道。